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7，诗篇61篇50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所下的愿，你有听见。你有将产业赏赐敬畏你的名的人，三角来祈祷，将产业赏赐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赏赐丰盛稳定，甲快乐的上帝，你是欢喜将平安甲愿望赏赐敬畏你的人的主爱天父。主啊，阮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，阮的快乐也在伫你，因为你有用权能甲大快乐的手创造天地，无一项事你做袂到。主啊，愿答听候什么？阮的愿望在伫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有监察阮、捌阮，阮的一举一动，你拢知。就是对真远，你嘛看会出阮的心思。主啊，阮所下的愿，你有听见。你有将产业赏赐敬畏你的名的人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